宜兰三星乡的安龙溪有国内头一座国际级的轻艇人工赛道，县府即马是免费开放，予各界来申请甲使用。着民代呼吁讲，这应该是爱收钱，才有法度甲这维护甲管理的工课做好势。县府表示，因能够研究收费的办法，按说明年就会实施。 专注伫安龙溪轻艇乡路赛道咧做训练，希望伫国际赛场争取好成绩。这座赛道是咱国第一座国际级人工乡路赛道，开放予各界申请使用。不过赛道的使用，县政府有定规范，但是并无收钱。有民代认为应该收钱。我在这里建议咱县政府一定要有一个着收清洁费。民代嘛建议轻艇乡路赛道比赛时阵，至少是需要10个救生员，但即马要找救生人才是真无简单，会互各机关团体真歹来使用赛道办比赛和训练。县政府应该培训救生人才，替赛道来配备。我们场地优先，一定要优先给在地的选手。 而且是要免费啦。轻艇协会认为讲，为了培育更较侪在地轻艇的人才，针对在地选手使用赛道的时阵，应该卖收费，而且会当优先使用。另外收费的办法，因为赛道的维护是包括机电和高费用袂少，协会支持收费才较好来维护。对，这个场地是倾向使用者付费，那也希望未来一起来维护我们这个场地。那希望在我们年底前。 能够去做一个评估研议以后，那在明年1月1号能够做实施。目前县政府针对赛道的使用是有定相关规范，机关团体使用时阵若是违反规范，会先甲扣刀，若是扣抗了后，阁无爱听到袂阁互伊照啊。县政府讲，赛道使用的相关收费，年底进前会建议出办法，按算伫明年1月初1上路。救生人才的部分会建立人才库，每合有需求的团体个人和救生协会联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